為了要讓視障者會當用聽的，就當享受到電影的趣味，國家影視廳中心推出口述影像製作計劃，選李行導演在1962年翕的台語片《良尚好》，在今仔日舉辦世界首映會，推出全球頭一支台語的口述影像，招視障朋友做回來欣賞，而且是要做長期的計劃。今年也會再推出其他口述影像電影、綠色影像的無障礙服務。外科的校診區，大人甲囡仔坐甲甜甜。阿叫摕白粒去校診區畫號碼。教學講話以前用口白來講解畫面，唔但服務視障者，嘛互大眾會當感受到愈濟細節。這出台語片《良尚好》是李行導演佇1962年翕的，國家影視廳中心用來推出第一支台語的口述影像電影，十二招濟視障者來欣賞電影。自由人協會表示，視障原來有分無共程度的障礙，但會當用聽的來了解畫面，嘛會當甲厝內人同齊享受電影的趣味。啊，那現場咧演奏，是毋是有一個人咧伫遐咧吹喇叭？拄啊，迄個咧吹喇叭，迄個查囡仔叫弄着，所以其實尾仔有迄個口述影像了，阮就知影講，毋是安尼，迄完全是兩回事吼。主要是互咱會當較精準去了解到底這個影片的演啥。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，這是文化部補助的計劃，有請專業團隊甲台語團體來鬥相共。專家表示，口述影像就是愛用對話之間短短的段落來補充表情、動作甲清插等等。若無對視障者來講，會造成故事理解甲自信的斷層。台語團體嘛分享講，在翻譯甲配音攏愛思考語詞的用法甲深度，嘛愛考慮敢有下使用者的需求是真大的挑戰。記憶的一些場景啊、服裝啊、打扮，那我們也要在口述影像裡面適度的把這樣的訊息呢，置入在口述影像的服務裡面，所以讓這部電影的時代感能夠反映出來。賣講有真濟同款的物件，咱攏用相共的語詞，所以這過程中一方面是。因為考慮到完全靠聽，吼啊，要安怎台語的這個深度，還是幼路的部分，去下音的需要來呈現。國家影視廳中心表示，這項台灣經典電影口述影像製作的計劃，打算的是長期的，會閣推出其他電影。那自由人協會嘛，呼籲政府應當當年愛有穩定的經費來支持影音的無障礙服務，落實文化平權。記者盧尚如、鄭俊佑新北報道。